去令到下一代嘅跳繩者或者對 Double Dutch 有興趣嘅人咧，係一個平台去發展呢件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howbest Studio 嘅創辦人，我係戴子。咁喺我心目中 Double Dutch 係一個可以容納好多唔同嘢存在嘅一個運動啦，容納咗街舞啦、空翻啦同埋跳繩啦，所以佢本身嘅元素咧已經非常之多啦。有好多唔同國家都試過用唔同嘅元素去融入去一齊表演啦，例如一啲花式足球啦、單車啦、雜技啦之類之類。如果以香港嚟講咧，咁我成立 Showbest Studio 咧就係想建立一個平台啦，去令到下一代嘅跳繩者或者對 Double Dutch 有興趣嘅人咧，係一個平台去發展呢件事。咁暫時我自己發展 Double Dutch 嘅渠道就有3個啦，主要第一個就係 education 啦，入學校教啲學生啊，或者我哋自己會有啲興趣班咧，去教一啲學生去認識交互繩呢個運動嘅。咁第二類咧就係我哋會揾而家現役嘅一啲舞者啦，去一齊做 crossover， 甚至乎我都有開個 YouTube channel 咧，去介紹舞種同交互繩可以點樣融合埋一齊嘅。咁第三類咧，我哋就會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做推廣同埋表演啦。咁我哋例如喺啲唔同嘅商場啊，或者公園有呢件發生咧，我都會盡量可以喺裏邊做到一啲嘅同樂啊，或者 workshop 表演嘅。